亦奮行，昂首拒萬尋，吶喊聲響透，盼自由歸於這裏。何以這恐懼抹不走？何以為信念從沒退後？何解血在流，但邁進聲響後，見自由光輝香港。在晚星垂落午夜，迷霧裏最遠處誰來報？角色我自由來齊集這裏，我全力抗拒，勇氣智慧也永不變。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無能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榮光歸香港。好，歡迎嚟到星期五呢一集嘅香港人家書，又驚差啲停電啊！即係呢個風暴影響。喂，好似今日星期五有機會落雪喎，我哋溫哥華。好啊，落雪啦，落完之後跟住大家就可以晴天啦，咁啊聖誕節咧就可以要中意滑雪嘅滑雪，你而家中意出發出發。我自己又擔心啊，雪地揸車都係有啲危險啊，即係唔緊要咧，有好多盲毛黑漆咧亂嚟啊！真係你唔相信啲人啲揸車技術係屎到一個點啊！你咪唔好揸車出街咯，一落雪嗰陣時好多人好戇居喎，落雪邊呢林落到狗屎咁，都仲要揸車出街，即係係咪細個嗰時喺荔園玩碰碰車玩得少咧？啲人咧，你知唔知啊？阿老總幾廿歲人，你都開始明白啦，好多人都係烏 Sir 噶嘛，佢好中意烏 Sir 仲要喺斜路嗰度落去喎。唔係啊，有啲低能仔啊，冇雪胎上斜啊，上咗一半啊，瀡翻落嚟啊，卡住咗成條公道，俾佢頂住。呢啲係咩人啊？全部都係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即係呢啲冇 common sense 噶，全部有10個有20個都係呢啲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嘅龍啲傳人。哇！我見到呢啲個友你真係，我夾晒打死佢，翻亞洲啦，死慘！即係你邊有蠢到咁？你丟盡晒所有亞洲人啲面，邊有咁冇 common sense 嘅？冇雪胎，你唔好上斜啊，低能！佢已經夠懲罰㗎啦，佢抬翻架車翻去啦，唔該。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啊，我住正條斜路度啊，有個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嘅龍啲傳人啊，就喺度死上去啊，上唔到去流落嚟啊！哇，大佬唔好再玩啊，唔好再，因為你一流落嚟咧，即係咪即係雞飛狗走？即係我架車啊，波拍咗喺度啊，俾你咁樣瀡落嚟先上，就拔甩，我撳定佢，唔好玩，你上唔到去㗎啦。我最多幫你去褪翻嗰度泊車，落停咗雪你截遮走，我淨係兇佢啊！我淨係嗰個房嚟。佢聽到兇啊嘛，佢都唔想死嘅。佢都唔想死我，你冇辦法上到去，你係咪雪胎？你唔係雪胎，仲光頭添。哇！真係懵到你嗰啲屌你呢啲嘅低能嘅東方人啊，完全係唔冇你講啲咩四音話，大家都知邊度嚟嗰啲啦。唉，真係弱智啊！呢扎人真係。算啦，咁啊希望即係落雪咧，大家咧就最穩陣方法咧就係少出街，無論揸車或者咩。小心啲啦。係啊，不過就算啲老人家，你落雪啦，喺街度跣親啊，啲機率好高㗎，差唔多50%會中招㗎。就算後生仔都會跌到，何況我哋啲咁樣嘅老人嘅。青春好啊！你嘅對鞋有冇嗰啲底係即係啱行雪地嗰啲啊？小心啲喎，你都有行路嘅習慣。有啲雪地，嗰啲登雪山嗰啲鞋都有嘅。不過平時好少着，好鬼重嘅，着完之後咧個腳咧好似加咗幾十斤鉛咁樣嘅。咁啊嗰啲下邊嗰啲叫做齒啊，嗰啲腳底嗰啲鞋嗰啲齒咧就好粗好厚嘅。咁嗰啲係防滑嘅，但係如果你平日着咧就差唔多着到你個腳斷咁滯。但係你一落雪咧，就好見使啦，冇錯，就唔會跣。咁啊，你講開厚咧，面皮厚都好有用，好見使嘅。好似呢一個白卡超咁樣，係嘛？第4度上去大陸去述職，
冇翻個面皮厚啊！我都唔知佢有啲咩跡可述啊，老總係咪咁樣講？俾人鬧到一隻積就差唔多。係嗰個睇下習近平嘅臉口咧，相對於習近平接見澳門特首岑浩輝咧，就差別都幾明顯嘅。咁啊，對住唐超咧，習近平即係你黑口黑面就好似要主觀啲，但係知都唔笑都幾客觀噶啦。咁啊，阿習近平咧，日日都好似阿習仲勳死嚟又活來，死去活來。就喺後邊啦，就喺你後邊啫嘛。佢好似日日阿習仲勳都死咗咁樣嘅樣噶嘛，即係一直以嚟我都唔覺得阿習近平個面口好噶啦，即係成日都阿習仲勳係咁死完又死，咁你又死老豆，咁佢面口點會好咧？係嘛？咁但係咧，即係我就同大家之前都有講過啦，我覺得佢健康嘅氣息好差，因為你睇下我同阿老總，哇靚仔之餘玉樹臨風，係嘛？英俊挺拔，仲油頭滿面，油乾滿面，係咪先？肉鼠，你睇下佢好肉酸啊，仲話肉鼠。你睇下老習，你睇下佢個樣，即係哀悼阿習仲勳嘅離世之餘咧，面啊，即係搵滴油都冇，係咪？又乾又佢講嘢嗰陣時咧，冇嚟精神。冇嚟精神兼夾咧，就好似哭喪咁啊講嘢，冇錯，好得人驚。嗱，近排阿超咧，就當然就係令香港成為國際矚目嘅地方啦，雲福苑大火啦，嚟自英審判啦，咁啊，仲有啲媒體就唔識術，唔耍家啦嚇，即係唔舐架步，出篇文出嚟咧，就係話香港唔止即係回歸咗中國之後咧，就係同中國一樣錯啦，係比中國更差。咁啊，而且咧，又有人咧就係話咧，即係而家全世界裏邊咧，年中咧就要選Year of Tyrant of the Year， 即係年度暴君。咁啊，竟然李家超就有份，阿習近平又冇份。喂，你真係行船爭解攬，即係你竟然係暴君我爭先，暴君我爭先。老習冇份，你李家超有份，你話都係龍顏大怒啦，係咪 call out 耶，老總？係咯，3月啦。如果係古代咧，就應該推出五門啦。李家超高蓋主係嘛？咁係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就要話李家超係暴君咧？因為佢做得比阿習近平太過分，即係喺雲福苑嘅事件裏邊咧，禁聲啊，唔俾人罵係嘛，唔准人批，又捉人，又捉人，捉住又捉咗黃岸然啊！呢啲咁樣。真係好離譜嗰啲做法，搞到咧香港嘅市民咧喺個國際賽事裏邊咧就衝出個賽馬嘅賽道裏邊咧就係訴求。嗱，話俾你聽，仲要舉牌叫鄧炳強下台。我話俾你聽啊，老總，即係喺香港裏邊好快出現有人自焚㗎啦，即係同阿10年嗰套電影裏邊。10年嗰啲東西係啊，因為你禁晒所有渠道啊，一件都冇錯啊！你將民間嘅怨憤唔俾佢宣泄。民間嘅聲音你唔想去聽啊，甚至乎唔俾佢講，係嘛？民間嘅憤怒你唔去撲熄，然後咧就係用一啲嘅極強硬嘅手法撳停晒所有嘅反對聲音同埋怒哮。咁你諗下呢一樣嘅嘢，其實老總你屋企有冇試過用呢一個嘅壓力煲紅豆沙？以前有，後嚟發覺太危險，冇錯啦，換咗。冇錯啦，因為壓力煲得一個口係出氣嘅啫。咁如果嗰啲紅豆沙如果塞住或者係有啲機械故障嗰時咧，就冚煲散，一嘢爆起上嚟咧，就係間屋都散埋。冇錯，就似香港嘅未來啊！即係你啲民憤係咁撳落去，咁所以佢就攞到年度暴君嘅提名人嘅候選資格。咁啊，老總，你點樣睇今次老習見唐超？你有啲咩嘅客觀嘅分析啦？好客觀分析咧，就係第一就係老習。見佢都係交差了事。第二咧，讀緊稿啊，讀稿係啊，逐個字登，仲係個眼睛基本上90%嘅時間都係望住個稿，而且好謹慎讀，一個字都唔錯得。因為咧，佢嘅評價就喺晒嗰份稿嗰度。睇完嗰份稿咧，就感覺到李家超咧就行人止步，就到此為止噶啦。佢想連任就呢個99.9%冇機會。第二。唔單止冇機會，會唔會提早董建華腳痛，佢會唔會今次膊頭痛咧？都有50%以上機會。因為對於宏福苑嗰場火咧，就認真令到中共好樣衰。因為今次燒埋中共嗰啲棚網啊，中共嗰啲證書，將中共嗰啲即係造假嘅產業鏈暴露喺全世界面前，中英文報紙都登晒，電視台報埋。咁本嚟中國諗下呃下一帶一路都仲可以氹下，而家就
曝晒光，就俾阿李家超嘅宏福苑。點解搞成咁大煲火咧？就因為你哋班香港嘅官要做嘅基本嘢都唔做，完全係將中共擺上台。呢個燒場火其實燒着咗中共嘅造假文化。你咧，所以好興。老習李家超就俾習近平省就應該嘅啦。唔好怨。第一揀個林鄭月娥出嚟，就係撕破你中國一國兩制嘅假念，係大家都知道啊，暴露晒出嚟啦。大家如果唔係有2019年嘅社會運動，林鄭月娥嘅辦事不力，中共嗰種嘅豺狼嘅樣貌啊，大家可能都仲俾佢呃到。林鄭月娥先做第一個 score one 係嘛，跟住到而家李家超諗住，呢個白卡仔，順風順水搞完啲咩國安法啊、23條啊，就平平淡淡就算啦。點知仲有1年嘅時間，你條友仔就收皮㗎啦。你都整劑雲福苑大火，即係林美香叫做。林美香暴露晒嗰個貪腐集團。係嘛？中共嘅呢一個嘅嚟入侵香港攞資源，就交唔到功課，俾啲垃圾我哋，搞到呢一個嘅死人咁多嘅人禍。嗱，老總，頭先我答你第一個問題先，95%都係讀稿唔望李家超係情有可原嘅。於是面山上人坐在我旁邊，這個李家超，他的樣子很醜陋，我望他多一眼，我肚子就不舒服，也有嘔吐的一個可能性。想吐下瀉，拉肚子，怎麼辦？嗱，因為我明白嘅，我遙算啦習近平嘅 ，OK 好啦。但係佢喺呢件嘅事件裏邊咧，即係我覺得唐超咧就死緊嘅，死緊嘅原因咧，因為老習要佢查找雲福苑大火裏邊所有相關關聯負責嘅人。嗱，我喺之前嘅節目我都有講過俾大家聽咧，中國有一個嘅奇怪嘅機制，死咗35個人咧。咁你相關就要揾人祭旗㗎啦，做官嗰啲係嘛？你省長、市長一定有人落台㗎，或者係受到處分。你唔好李家超，你喺度泵測，求其揾個承建商顧問公司係嘛？一係看更咁啊出嚟咧就係祭旗係嘛？你或者揾前線一個工頭，冇錯啦。你唔好諗住咁，你個相關嘅 department 而家證據各作，你個中聯辦唔識收風啊？係嘛？唔係我諗消防勞工。真係三個大部門總有一個㗎，加埋保安總有一個落鑊㗎。真係落鑊。好啦，嗱呢一個咧就一定要交人，你交唔出人咧就交你嘅人頭。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李家超咧就我一早已經知道佢未上去之前咧，我就已經可以寫包單佢冇得連任。其中一個最大鑊嘅問題就係而家點解仲係喺度爭拗緊？我見你啱啱至出片嗰個巴拿馬港口嗰個嘅經營權嘅問題，你係啊，堂堂一個香港嘅特首。大家都知道有5個字，別讓李嘉誠跑了，係嘛？啊！你點知讓佢跑啊？仲要搞埋200幾億嘅賣港口嘅嘢，中共係唔知喎。已經死咗一個隻眼紅啦！你說你李家超走得掉，你的人頭走得掉，你的雞巴都走不掉啊！我告訴你，你真係文縐縐得可以，雞巴你都講得出，呢啲咁文雅嘅書面語，應該我講嘅專利，點解你佔住我嘅位置啊？我土爆啲啊，因為習近平去過福建，你啲蘭州啊都沒有啦，我告訴你，把你啲蘭州留下。呢個我唔識，呢啲土話我唔識。係啊，蘭州係嘛，即係撚屌咁解。係咩？即係閩南話嚟㗎。閩南話嚟㗎，你啲福建佬係蘭州。哇！你咪〜潮州話、閩南話、廣東話嗰啲咁粗鄙嘅東西，你學晒以後，你做一個節目已經夠晒有突啦。咁啊，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啲死路一條嘅，好簡單咁講。所以話充分肯定咧，呢啲冠冕話大家唔好睇 face value 啊。呢啲係 template 嘅稿嚟嘅。冇錯 ，template 嚟嘅，換咗去我對何某人嘅上次作表現，林鄭都係同樣嘅稿，都係充分肯定㗎。好啦，嗱，所以呢一鑊嘢咧，李家超咧就而家抬緊個炸彈翻去嘅。佢咧就一定要有人落鑊，咁佢真係要照呢件事咧就做得好好睇睇。嗱，靜安嘅呢一個上海嘅高樓大廈大火咧，死咗5萬幾人。嗰個教師宿舍啊嘛。係啊，嗰度已經有30幾個官員就落鑊嘅。OK， 你佢當時係咪市委書記嘅韓正啊？係啊，都要寫檢討啊。你諗下成件事，你作為一區之首，搞咗死咗咁多人，而你竟然係唔需要落鑊，47萬一個月。鬥人工白鬥係嘛？你睇下大陸裏邊啲官點睇啊？喂，大佬點解佢可以咁噶？
大陸啲人民點睇？哇！炒咗咁撚大鑊都唔使死人嘅，咁你會點啊？所以一定有人死人。哇！唔通真係一國兩制喺呢度顯現出嚟？係啊，冇可能嘅，一定有人死人嘅。咁呢一個好大鑊嘅。嗱，另外第二樣嘢咧，李家超咧又話啲咩嘢將嗰個香港轉虧為盈啊，同啲乜嘢人去。哇！呢個開口牌我同你識埋啦。係啊，但係習近平都唔理，都唔同你講咁多。不要浪，劉思明先生們，不要浪費我時間。我要人頭，我不是要金錢。我現在告訴你，你們現在回到香港，什麼都不用做，只要自動對接這個15規範，好啦，唔好搞咁多嘢。即係其實即係你入去咧，你翻去落到香港，你諗下你點樣要貢獻大灣區，你點樣去貢獻呢一個嘅中國，你點樣配合我哋中國，你做乜嘢嘢都係為我哋中國着想。講完，你唔好巧立名目，一間又旅遊經濟啊、馬會旅遊啊、叫雞經濟啊、咩太空經濟啊、乜乜經濟、低空經濟，唔好諗咁多呢啲咁嘅嘢。你主要回到香港，把你嘅枕頭翻高一點，封起你個枕頭，想清楚。你怎麼去幫我們中國？嗱，大鑊㗎，話俾你聽，香港人唔好喺度笑啊！聽我即係說這啲爛嘅普通話，因為大鑊㗎，因為佢以後香港做啲咩嘢，唔係為你香港諗嘅，佢唔係幫香港謀出路啊，佢係你香港窮你而家你將功贖罪啊，要將你香港所有嘅資源啊、精神力水啊、人力啊，或者係你哋嘅錢啊，喂，你揾多啲人上大陸融合，你點樣去配合我哋大陸需要啲咩嘢洗黑錢？一個大陸裏邊可能有啲房地產買翻多啲，投資多啲，即係盡量將你啲我哋上面大灣區唔鳩掂啊！你即係快啲幫我投資，點樣去配合我15規範？嗱，講真啊，老實啦，我作為一個唔稱職嘅時事評論員咧，15規範咧，我係唔鳩理佢㗎，即係點解咧？我真係浪費我人生光陰，即係我覺得我唔想睇啲咩八股文係嘛，同埋都所有嘅嘢都係多 Q 餘係嘛，咁所以咧即係，但係個問題係佢而家講到叫你自動對接。即係話你話俾我哋聽，你點樣去幫到國家，你就一定要做嘢。而佢點樣幫到國家係得兩樣嘢嘅啫。人才我就唔見得香港有乜㗎啦，係得錢就係科水。咁大家就可以想到得到咧，佢依種嘅香港啲儲備玩完啦，對我哋香港嚟講係唔掂㗎。即係你聽完呢樣嘢，老習佢都唔 Q 你香港生死，即係嗰啲咁嘅嘢。第一要你快啲人頭落地，佢人頭落地唔係幫我哋香港人出頭啊，你明唔明啊？而係要殺緊你啲貪官。捉幾條契弟落鑊，做翻俾大陸啲人睇，平息大陸啲人對唔覺得香港人高佢哋一等，大家香港人同大陸都係一 Q 樣，都要有人頭落地。呢個係幫佢喺國內裏邊，令到嗰啲人啊反對佢嘅聲音係撳低啊，係維穩嘅嘢嚟嘅，一定要借人頭一用啊。第二嗰個自動對接咧，聽起上嚟啊，我就係知道佢嗰啲嘅施政報告啊，唔好講咁多嘢，話落去點樣搞乜經濟搞乜啊，你淨係話俾我聽。你同中聯辦啲人傾清楚，你上面有啲咩需要，係咪爭姨媽巾啊、益力多啊、寶礦力啊，定係點啊？我全部都係去配合你哋，等你哋需要我哋要錢要人，有人我俾你哋啊。其實我聽到 message 係咁樣咯，老總。我所以加速大陸化只能夠，係啊，香港冇得揀㗎。冇大鑊啊！中共而家直接統治啊嘛，直接統治係無縫對接。中聯辦治港已經肯定1000%㗎啦。即係香港啲李家超呢啲咁樣嘅所謂特首，即係喺中共眼中只不過個市長啫嘛。咁啊，所以咧，老總，你市長仲衰過做廣州嘅市長。嗱，呢條友仔落翻落嚟咧，就係一定咧，就係既然阿老習咁樣去講，佢一定就冇 friend 做噶啦，冇朋友講，冇情面我講，一定交人。所以我就會預計咧，就會風聲血雨，一係 number one。係。第二樣嘢，佢一定要揾人墊底㗎，李家超。冇錯啦，一係就風聲血雨。第二樣嘢咧，佢唔會對我哋香港人有感情，佢為咗佢唔使死，或者係佢保住佢嘅顏面，佢賣港嘅呢一個嘅力度啊，即係正如梁振英個加大力度噶啦，就會不停所有嘅嘢都係賣港，出賣香港人嘅利益，出賣香港人嘅福祉，而服務大陸，佢一定要做到盡，而保到佢自己嗰個嘅官位啊、官沙嗰啲咁嘅嘢。嗱，一樣嘢我想講多少少先啊，老總，我自己嘅睇法就係。頭先你講會唔會提早人頭落地，好似董建華嘅痛腳咁樣？我自己覺得係有機會嘅，但係有一個 condition，個 condition 係咩嘢呢？就係香港人可能喺今次宏福苑大幅嘅賑災裏邊呢，有好多嘅一啲嘅聲音，嗰啲民憤，因為呢紮嘅官係廢啊嘛，佢哋一定係安排得唔好啊嘛，
OK，嗯，咁所有啲災民咧，而家已經有人投訴緊㗎啦。啊，搬到冇雷公咁遠啊，又係一個住6個月啊，跟住又去住個地方9個月啊，酒店話5日之後就要走啊，流離失所啊咁樣。嗱，呢啲民怨咧係可以 leverage 嘅。呢啲民怨一 leverage 得到，多啲人暴露，多啲人係去嘈，多啲人民不畏死喺度屌柒你個香港特區政府咧，咁習近平嘅就要你就習近平就要你人頭落地㗎啦。點解啊？因為你快啲走，而你嘅走就宣泄到香港人嘅民憤。冇錯。咁而家香港人好似2003年一樣啫嘛。係啊，你香港嘅民憤宣泄咗，就唔會影響到大陸。因為如果你再有香港有白紙革命啊、顏色革命嗰啲嘢一出嚟嘅情況之下 ，inspire 到大陸裏邊唔同嘅省份都做，而且你大陸而家唔係 under very good condition 嘅，經濟啊各方面失業率啊唔係低㗎，係嘛？咁你喺咁嘅情況之下 inspire 咗佢哋又咁樣去做，習近平咪春袋都係咪？係咪？所以李家超人頭落地提早死人嘅機會咧，絕對係同呢一年裏邊，如果佢賑災做得唔好，而個民憤民怨一彈咗出嚟咧，佢必定死，一定要揾你祭旗。OK， 都係佢治理香港治理到4個字出嚟。溫家寶講嘅添煩添亂，添煩添亂係嘛？冇查找不足，冇即係以前阿胡撚圖所同阿董建華講，你冇查找不足，同埋即係嗰陣時講嘅深層次矛盾，你根本都冇解決到，一直以嚟而且仲激發咗添啊！冇錯。係咪啊？即係你，即係佢哋，即係有提點過，因為你呢班就殖民地培育出嚟嘅官員，即係全部都有共產黨處理人民內部就最叻最心水清，但係你班友仔個個都不作為啊嘛，收超額嘅高天文數字嘅人工，係啊，個個都係喺閃星出晒喺閃星，左閃右避，係啊，結果咪大火燒出咗中共嗰條底褲都燒埋，所以習近平嬲到震就合理嘅。因為你今次令到中共再一次喺暴露喺鎂光燈之下，原來佢哋係真係咁不濟，原來佢哋接管咗香港之後係連第三世界都不如，個個都唱衰佢。習近平呢啲陰莖短腎囊大嘅傻仔，佢塊面啊好緊要㗎。你而家你話老總丟面啊，老習丟面啊，李家超你知唔知你犯咗咩嘅死罪啊？連打工第一樣嘢你都唔知，彩就老細攞，面就老細要，但係而家令到老細好樣衰。咪係咯，你連咁基本嘅嘢戶主你都做唔到啊！47萬人工啊，仲高級過我啊！你嗰個老習預先名聲聲名。我47000都冇啊，阿習總啊，47000都冇，你47萬喎，死笨柒嘅最後，咪就死咯！你啊呢總人工又高過美國總統，又高過呢個中國嘅第一 number one， 然後跟住你做啲衰嘢就衰到全世界養到共產黨咧，真係顏面何存啊！今次哈梅內伊咧執政都叻過你咁滯，屌你真係死得！都唔係咁啊！佢嗰啲水乾咁啊，即係要遷都啊！大家都彼此啦，50步笑百步，唔好話哈梅內伊好過阿唐超嘅，唔可以咁講。所以咁啊，真係太冇面香港人。我嘅分析咧，即係唐超其實都係一條死路一條，只不過係睇下佢點死法，而且前面嘅陷阱亦都出晒嚟，咁我哋都可以 expect 得到咧，中國都幾多左派建制入邊啲人開始向佢掟石。係啊，咁而且陳正深啊、屈永賢啊，冚唪唥一齊冧，一齊樹倒猢猻散，係咁掟啊！因為咧，佢哋知道，喂，你痛打落水狗啊！中共呢啲就係玩呢啲係最識嘅。啊，你既然咁多衰嘢，咁所以唐超而家內外受敵，睇下習近平又睇下你點收科啦。冇錯啊！呢個絕對唔係即係即係吹水，同埋一個係好合理同埋好客觀嘅一種嘅分析嘅講法嚟㗎。即係我就好相信咧，再補多一個 point 啦。正如我鱷魚潭所講，大家如果你見到垃圾會選舉嗰啲柒頭啊、七字頭嗰啲啊，提早收工，其實中共已經俾一個好明確嘅信息。之後佢哋啲執政嗰啲，佢唔想你結黨結派，唔想你有山頭主義，唔想你聚積咗年月嚟聚積咗一啲嘅既得利益集團，所以佢不停更換嘅，因為佢而家嘅需要基本佢已經係全面接管咗你中國，唔係香港。OK， 中聯辦治港，佢只要係一紮人嘅 figurehead，即係霞衣嗰啲咧，即係路人甲乙丙丁戊戌啊嗰啲咁嘅人喺度擺喺度嘅就砌腳嘅咋，佢使乜要你喺啲人喺度做咁耐啫？係咪有咩指點點啫？舉手佢要嘅係真係佢真正嘅忠誠廢物，係啊，你千祈唔好忠誠，要廢物得㗎啦。冇錯，係咪啊？即係佢唔怕你忠誠，但係一定要係廢物，係咪？唉，所以阿唐超都唔能夠深切體會、領會到中共治港嗰種虛實
嗰種真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佢就係殘留嘅殖民地嗰種文官體系嘅思想咧，捉錯用轉神啊！唔到，正如轉唔到入去大陸嗰套。即係捉錯用神啊！正如頭先所講，佢以為搞國安，人哋叫你搞國安，唔係用國安玩死咗香港噶嘛？即係你香港裏邊死得臘肉，你個財政預算年年都虧蝕，係嘛？你仲好講話俾你聽，出年你有望咧就係轉虧為盈。阿唐超，你真係咪黐線㗎？呢幾千億嘅赤字，哇！你一半都搞唔到，打翻即係黑字啊！地你一塊都賣唔到，北部都會區冇人落搭，咪玩出口術咯。你覺得你出年會有呢一個嘅此消彼長？人哋買塊地都攞翻100-200億入嚟，你冇啊，一塊都冇啊！得寧漢豪塊大塊田冇人耕嚟㗎，呢啲真係又玩啊！寧漢豪啊，你太過分啦！人哋開始有作為㗎啦，呢個係個寧漢豪，可能係而家上位時間嚟㗎，呢啲未來新星嚟㗎。我覺得真係嗱，你唔知道習近平嘅口味啦，嚟呢個你錯失諸交臂啦，真係。佢完全冇業績，一塊地都賣唔到，係咪？即係你同我講話呢係有機會，即係我覺得咧講政治帳嘅，唔係講業務帳嘅。嗱，你要分唔到啦，共產黨政治凌駕業務嘅。係不過咧，即係你即係可以想象得到咧，未來呢一年裏邊咧，香港人咧頭先我所撇的嘅嘢咧，我諗係一定大家要小心。即係你去咗好多嘅政策，好多嘢都係全部都係以中國核心、中國嘅利益為依歸。我哋香港人係冇分得到一半，冇位置可以話。位置嘅，你只有白交稅同埋俾人哋劏嘅啫。係啊，咁啊全面統治就係咁意思咯，全面鉗制住你哋嘅利益啊嘛。老友，咁啊，加拿大嘅移民局好似有啲新嘅嘢講話喎，係咪有啲好消息㗎，老總？都係好消息嚟嘅。首先就係對於海外出生嗰啲加拿大嘅細路咧，可以重新得到加籍因為原來有數以千計因為第一代血統限制嘅條件，而喺海外出世嘅加拿大人係冇加拿大公民身份。咁而家加拿大就喺12月15號咧就通過一個公民法修正案，所謂 C3 法案咁就等佢哋可以嗰啲下一代攞翻個身份。我唔係好明啊，老總，我咧花木蘭咧喺香港出世嘅。咁但係我同佢一樣去加拿大嘅Canada General Consulate 申請入籍加拿大，攞加拿大嘅護照，照攞到嘅喎。而且我自己本身都唔係第一代嘅加拿大人嚟嘅喎，我都係唔喺呢度出世嘅喎，我一樣係可以幫阿花木蘭咧就攞到個加籍嘅喎。點解有咁嘅情況出現咗嘅？係有啲國家同地區嘅因素。呢啲係牽涉到喺我諗即係半個世紀以前啲地緣政治因素咧，喺某啲地方、某啲國家嗰啲加拿大人去到嗰度生活，然後咧去嗰陣時咧就係兩支公一男一女，即係兩公婆啦。咁翻嚟嗰陣時咧，咁多咗個或者多咗幾個，咁佢哋下一代喺佢嗰啲地方出世嗰啲公民咧，加拿大政府當時唔知點解咧就唔承認喺嗰度嗰啲地方出世，所以同香港無關。同中國大陸無關，係一啲歷史因素。我諗同戰前，亦都可能同以前英國同加拿大嗰啲殖民地嗰啲關係嗰種宿怨有關嘅。咁呢啲我都不了了之啊。總之，而家講緊，你講到咁，講緊一啲係有爭議嘅國家出世嘅加拿大下一代。你講到來路哈地梁醒波、鄧碧雲嗰代，咁即係換句話講，就算嗰陣時出世嗰啲，即係。而家做翻加拿大人啦，俾佢認祖歸宗啦，咁佢都有翻咁上下年紀，甚至乎都差唔多排緊隊移民噶咯，上天國。冇問題啦，自己攞翻個身份啫。咁另外唔出奇啦。另外可能佢哋仲有孫咧、侄咧嗰啲啊嘛。OK。咁佢哋下一代就因為所謂 first generation 嘅 limitation FGL。咁影響到佢哋，哇！我老豆老母或者我阿爺或者我阿太喺加拿大公民，點解我哋冇啊？咁佢哋咪有好多游說。咁我記得喺15年前我做報紙嗰時，呢壇嘢都爭論得好犀利。我記得 Stephen Harper 喺12年前
保守黨啊，仲執政做聯邦政府嗰時已經講緊呢樣東西嘅。哇！搞咗15年，而家卒之搞掂，啲效率真係快。所以係一個歷史問題。咁啊，卒之對於搞掂咯唐人嚟講係影響冇細。係都係唔關唐人事，我諗係屬於好多白人啊，去到我唔知去到羅德西亞或者去到一啲非洲啊某啲地方啊出世，而當時嗰啲地方同英國同加拿大個關係可能有一段時間咧係緊張嘅，咁啊加拿大唔承認佢哋嗰度出世嗰啲下一代。我估係呢啲咁樣嘅地緣因素啊，同埋啲歷史啊、殖民地因素啊，甚至可能唔排除同加拿大當時啲價值觀衝突啦。咁加拿大唔鬼承認嗰度出世嗰啲下一代或者佢哋下一代。咁而家就過咗呢個師生法案咧，其實都唔係好多人咧，佢話數以千計，我諗頂籠都係上萬啊咁。但係佢人數雖然少，但係佢能量好高，佢哋識用英文去投訴，佢識用嗰啲國際上嘅媒體。一路嘈，所以嘈足10幾20年，卒之而家收成正果啦。咁而家卡尼政府即係喺呢壇嘢，阿老友，蘇州市解決咗佢。你可唔可以用流利嘅英語同佢哋講翻 ？Don't come 啦 ，not as good as you expected 啦。We are also becoming a shithole。真係冚唔冚咧？佢哋可能未必個個要嚟，但係佢要個身份，要個名位。好難揾嘢食啊！係啊，佢哋唔係志在嚟呢度生活，佢志在我攞翻個 passport， 即係條氣順啲啊。OK。我老豆我阿太係加拿大人，我點解唔係加拿大人？哇！我而家咪俾咗無國籍，香港以前叫 CI 啊嘛。係啊 ，Certificate of Identity 啊嘛。呢啲咪就係加拿大嘅 CI 咯。哦，明白。好啦，咁啊，即係喺臨近聖誕咧，移民局咧，我唔敢講係咪空頭支票，但係似乎空頭支票嘅機會咧都會有幾大啦。突然之間咧就係向一啲咧就係有專業資格嘅移民咧就係派籌啊，有機會咧佢哋可以攞到 PR 5000份籌，5000份籌。咁啊，同啲咩人派咧？係咪同已經係入咗紙嘅人派，定係點樣嘅情況咧？佢透過呢個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 俾佢行快打尖，係啦，個快速通道咁俾你再快啲。發出呢一個申請邀請ITA 咁又其實透過抽籤方式就抽出咗5000份，就俾你哋呢啲叫做加拿大經驗類別 CEC， 等你哋可以有個排隊前。嗱，兩個問題即刻出咗嚟先啦，快幾多？大家冇人知嘅 ，OK。俾你唔知仲要計分嘅大佬。係啊，咁你知加拿大人嘅做嘢嘅效率嗱，其實而家一直以嚟我哋係相信根本個移民局就唔夠人做嘢，而且啲人又唔係 aggressive， 唔肯開工，唔肯加班，係嘛，又唔去請多啲嘅 part time， 咁所以就累積咗好多嘅一啲嘅個案，因為你累埋 stream A、stream B 咯，要5-6年、5-7年先至輪到你，冇錯，處理啫喎。喺個處理嘅過程裏邊咧，佢唔識得分呢一個 categorization， 全部都當人當你 refugee 或者係政治 asylum。你去諗，其實基本上有啲係經濟嘅移民，有啲係技術嘅移民，嗰啲係咪對加拿大有着數嘅？喳林啊，可以 work 到賺到錢交稅嘅？喂，快啲！佢唔會咁靈活㗎，即係咁樣諗，真係嗰啲即係好似特朗普大總統或者 shithole country 嗰啲 refugee 咧，你咪排後啲咯，或者其實都唔係㗎，可能調翻轉頭逆向思維，喂呢啲咁嘅有喳林，快啲處理，唔得㗎，掟佢走，唔好喺度嘥米飯。係嘛？快啲打個叉，拜拜，go home， 係嘛？拜拜，see you later，咁啊，即係你可以係咁樣，你唔做個分類類別，即係我又唔想用呢個字去形容，即係廢物回收，邊啲有用嘅即刻嗱攞翻嚟用，你唔識，就算你而家你抽籤抽到籌啊，係你係行快啲啊，但係唔代表佢有足夠嘅人手同你去審批你嘅資格，俾你盡快去落到。係啊，我有時覺得可能變相係 false hope 嚟㗎。係啊，即係只俾個期望你，好似快啲，但係佢仲要計分㗎喎，仲要即係喺入邊要在資格上各方面要有一啲程序，哇！嗰啲搞落搞去，即係其實我覺得啲都係整色整水啫。冇錯啊，同埋咧，大家亦都要明白到啊，有好多嘅時候啦，你如果我覺得你係一個差啲 accountant，OK， 你差啲就可以嚟加拿大做 accountant 嘅啦。以前你做開 accountant 係咪？而家你差啲做 accountant， 或者有一啲嘅 medical， 或者你係一啲嘅第二啲地方嘅註冊嘅西醫，或者係醫護人員啊 whatever 都好，
佢當你個資格係 OK 啊，俾你去參呢一條抽籤籌啊。但係抽咗籤啊，你第一時間要等唔知等幾耐啦，處理你嘅手續啦、審查啦、考試啦各方面嘅嘢，批咗你之後啊，係咪第一跟住你時間仲要再考試攞資格，攞資格啊？其實你係咪即係揾笨仲要花車？幾多萬去讀翻啲資格翻嚟？你唔喺嗰個地方拆牆鬆綁，好似大陸而家話事幾時可以叫做拆牆鬆綁啊？我用嗰啲比喻啊，你基本上係冇幫助嘅，老總係咪啊？即係我冇分啲錯咧，其實啱嘅，因為成個移民制度咧，最重要就係佢哋嘅要納取嘅人才目標唔清晰。第二，官僚程序太死板。係第三，個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勻啊！要急嘅地方唔夠資源，唔急地方就出好多冗員。咁呢個就係杜魯多12年截貧嘅浩劫啊，做出嚟嘅惡果。就算而家卡尼話上去要 cut 幾多公務員，我哋講過啦，有一集做到咩？你 cut 得到咩？嗱，有啲部門就唔夠公務員，有啲部門就少，就即係太多公務員，你可以燉勻嗎？你有咁嘅靈活燉勻嗎？仲有公務員嘅工作咧，隔行如隔山嘅大佬，社會工作或啲咩 Service Canada 同埋移民部有另一種。跟住外交部，跟住就國防部，喂，完全都唔拉更，即係好難燉勻嘅喺數字上。咁即係話，以前你膨脹公務員係無理，係非理性，同埋根本就好多利益集團喺度邊操縱，搞到你嘅政府咧就某部門咧就係卜脹，某部門咧就係乾到咧好似呢一個伊朗嗰啲水乾到咧就着火咁滯。咪就係呢個政府施政失當，同黃福園面對香港政府都唔係差太遠，係啊，係不作為。所以咧，即係呢個雖然係我都可以講係好消息嘅，但係咧你諗深一層咧，以呢啲咁嘅官僚主義、語言藝術，即係做嘢唔實事求是，講多過做嘅廢柴政府咧，唔可以咧就係太抱以太樂觀嘅方法。我只可以講係審慎、樂觀、觀望。OK， 但係觀望啦，後邊兩個字最重要。觀望係咪？樂觀觀望，但係咧就係唔好即係以為咧就係實在咧就係，亦都要兩手準備係嘛？即係千祈抽到未必代表係一定好。即係我呢個係我哋熟悉加拿大嘅做嘢辦事作風同埋呢啲咁嘅左膠政府嘅虛偽乞衣啦，我哋即係喺俾大家一啲嘅忠告同埋分析嘅。係啊，而家話要 cut 公務員咧，我都好懷疑佢係咪即係打開口牌講就多過做。到時咧講咗話要 cut 即係2-3萬，到時可能 cut 2-3千就算交數。係，仲有喂，我好中意你個字，係算交數啊，算咗交咗條數。嗱，我哋啲粗話咧就唔夠你咁幼細嘅，咁呢方面我係甘拜下風。算交咗數，交賬係啊，算交咗數，係啱。咁另外咧就我哋又去咗去毒品啦。我哋上一集咪講到即係毒品屋啊，即係芬太尼風原來通街走去到靜靜雞嗰啲民屋咁民房入邊，即係完全係諗唔到地方，原來基本上係一個毒窟。咁而家咧就特朗普咧就打擊芬太尼就進入一個新階段，進入咗軍事戰爭階段，將芬太尼歸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即係我哋以前所講嘅大殺傷力武器，叫做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係啊，你俾我嘅感覺咧，好似盧溝橋事變，日軍要918事變，日軍要入城咁樣，求其揾個藉口。嗱，特朗普大叔，你明唔明啊？要打你，安個名分，貼個 label 上去。係嗱，呢個 label 叫做 WMD， 係下一站委內瑞拉。係啊，嗱，大家咧，其實如果你輸入啲糖入去美國，都可以係 mass destruction weapon 嚟嘅喎，因為食完之後過黐肥。係啊，因為個個都帶住個袋，係啊，病冇錯。你整下比亞迪嚟去爆炸都係 mass destruction weapon 嚟嘅喎，即係你入你講嘅喎，即係你可樂都可以係，係啊，係嘛？嘢你狂飲可樂都可以係咁嘅喎，一樣周身病嘅喎。冇錯啊，咁嗱，其實個問題佢係呢一樣嘢，啲機會係幾高嘅，因為咧嗱，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就唔係好嘅信息嚟㗎啦。因為如果你有好多呢啲咁嘅芬太尼，已經係定榮咗可能1K 佬殺過1萬幾美國人嘅，
咁佢攞呢一個樣嘢嚟制裁你啊，針對你啊，拗嘢啊，你真係唔得佢死嘅喎。所以即係其實你自己卡尼政府，我唔知佢哋自己有啲乜嘢。所以而家我哋變咗美國嘅敵國啦，而家分隔嚟嘅，再唔冇錯啊！即係而家個信息係好清晰當你係軍事敵對，你係想殺美國人，我而家要嚟清除呢啲化學戰爭嘅毒物，呢啲唔係毒物，係化學武器，冇錯，叫做 chemical weapon 嚟㗎。嗱，頭先咧，你已經講咗啦，委內瑞拉馬杜羅咧，其實佢就我哋又要幫我哋溫哥華嘅著名嘅名牌去賣一賣廣告啦。原槍臘肉，年尾近啦，年尾近啦，你啲劑真係近近地食臘味啊！啲劑你真係趕頭近啊！你馬杜羅你唔死得係咪？喂，而家擺到明就搞你㗎啦！話明你嗰個國家係一個化學戰爭嘅製毒所，唔係啊，成個政府都係一個製毒嘅政府嚟嘅。啱啱嗰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嗰個女仔馬查多係嘛？無厘頭唔知點解好嘢喎，俾 CIA 幫手運咗佢出去。仲有美國嘅軍機，又潛水艇，又快艇咁樣走到去美國，再轉機去呢一個嘅挪威定芬蘭啊？挪威啊？挪威就等真個美祿啊！喺奧斯陸攞靚獎，但係因為時差爭幾個鐘，好在事先報咗佢個女，幫佢代領咗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嗱，好明顯唔係美國佬喺度穿針引線啊！即係甚至無你金劑呢一鑊嘢。嗱，講真啦，你嗰扎嘅左膠諾貝爾和平，即係嗰啲頒獎嗰啲機構，你就以為就線啊特朗普，但係特朗普就轉危為機喺呢鑊嘢裏邊咧，唔係特朗普大總統拍板出動軍部去幫手。個女仔叫咩名？我唔記得咗佢名啊。馬查多冇美國嘅軍部去偷運佢出境，安全送到美國護送佢啦，點知偷運啊？呢件嘢就真係攞晒彩啦！我都係 endorse 至可以攞到呢一個嘅和平獎。嗱，背後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好明顯咧，美國佬要開拖委內瑞拉噶啦，因為佢要將佢嗰個將來係啊，絕對係因為國務卿同埋戰爭部長赫格霍塞斯喺呢個禮拜二啊，應該講禮拜二已經向國會做緊一個不公開即係閉門嘅聽證，就係講緊委內瑞拉嘅局勢啊。呢個盧比奧出嚟嘅時候，我哋唔能夠透露細節嚇，但係我哋又就總結咗成個喺南美洲委內瑞拉嘅局勢。咁即係話下一個就係開火㗎啦，開火而家直接 CIA 已經喺委內瑞拉嘅境內㗎啦。你美國講都明㗎啦，如果唔係馬查多點走啫？就係 CIA 做嘢啊嘛。冇錯。第二，跟住邊度有 Super Labs， 邊度有芬太尼，邊度有可卡因，邊個獨挑嗰個豪宅，冚唪唥喺美國嘅軍事地圖就已經打晒紅點，剩翻落嚟就係開拖邊架戰機，邊啲落啲咩彈，落幾多噸，落幾多打幾多粒，係爭在總統撳個掣嘅啫。係啊，講真，有啲人就話喂開戰啊，有啲咩嘢嘅情況之下又要國會通過啊。我唔知咧，陸總你同唔同意咧？即係會唔會係唔需要國會？我打呢個反毒戰爭唔使國會通過嘅，唔使國會通過係嘛？要開。你應該打反毒戰爭啊嘛。係芬太尼戰爭嚟噶嘛？呢個唔係國與國之間問題，都話同委內瑞拉呢個國家冇戰爭，不過同反毒集團同嗰啲 cartels 有戰爭。係呢啲你唔夠特朗普玩啊！佢玩呢啲文字就好精準嘅。所以咧，佢嗰班智囊咧，即係我都話特朗普2.0呢一屆嘅幕僚咧係好聰明，同埋咧就係好靈活，同埋即係喺個變化多端、出招頻繁，即係你估佢唔到。同埋講到做到啊，好勁啊！所以今次佢執呢扎嘅架撐咧，即係可能上一屆1.0嘅時候咧賴個嘢咧，今次真係執咗，即係以前都好重用共和黨俾佢啲班底啊，但係嗰啲都係劉甲仇，而家真係佢自己執單嘢翻嚟，喂，甚至無咧，你見到佢用嗰啲女婿啊，各方面嘅嘢咧，自己人咧，嗰啲真係絕對忠誠噶啦，真係嗰啲人咧，你唔使驚佢督你後腳啊，係嘛？嗰啲絕對忠誠不特止啊，有料到添啊，唔會做多，亦都唔會做少。係嗱，呢個即係唔能夠話喂，因為佢哋一個家族嗰方面嗰啲溝通係無障礙。係叫無縫溝通。第二，老細要乜嘢？呢啲全部家庭會議入邊知道晒嘅，有默契好強，亦都唔需要繁文縟節啊！大家坐埋一齊開會，即係一個 WhatsApp 或者一個 Telegram 或者係美國一啲社交媒體就已經搞掂咗。
咁所以你睇下俄烏戰爭啊，而家聽講話已經去到聖誕前後咧，已經即係水到渠成咁滯喎。你點信唔信睇咧？嗱，因為而家阿澤連斯基就決定咗唔入北約，就調轉就係尋求佢哋嘅保護。咁啊，俄羅斯嗰邊係咪真係咁易順攤咧？但係似乎因為唔會，係嘛俄羅斯話明要割地，土地，嗯而且唔係要2個州，要4個州，嗯，唔係就係要頓巴斯，仲要立埋科爾松同埋呢一個扎波羅熱，再加埋克里米亞，即係5個州。啊，咁啊，即係成個烏東。咁呢方面咧，就睇嚟澤連斯基就好難真係承認俾你嘅佔領，只能夠美國睇下出口術，用一個地位未定論或者係託管之類咁樣嘅方式，睇下點樣。咁啊，亦都可以澤連斯基就將佢變做公投嘅，睇下即係大家想唔想停戰。但係如果停戰，我哋就有呢個咁嘅情況，由人民去決定咯。公投就可以話訴諸民意，係啊但係俄羅斯就對你烏克蘭嘅民意咧就係2個字，即係叫黑痴。嗯，佢最緊要普京就係打，咁啊由佢打啦。打我唔覺得普京係真係可以捱得到喎，即係講真老老實實。佢死頂都要打落去嘅，因為係啊佢而家去到古巴、去到北韓、去到伊朗，真係分分鐘遲啲伊朗兵都上埋都唔出奇啊！真係呢一個瘋狂啊！呢個普京真係係啊癲嘅。咁啊，即係你咪投入多啲咯，係嘛？咁睇下個情況係點。但係其實都係一直都係講嗰句，歐洲你哋唔 take up 多啲 responsibility 係嘛？即係喺就係顧住買俄羅斯嘅天然氣係啊頂，你班你真係冇計嘅係嘛？咁我自呢己頭話要反普京，嗰頭又買佢啲石油氣，因為普京一早就睇死你哋呢班左膠，個個都係廢物。冇錯。咁啊，所以好難傾嘅，即係只要你歐洲仍然係咁軟弱咧，俄羅斯就肆無忌憚。即係呢個，我對嗰個談判，我亦都係保持觀望，樂觀2個字都講唔到，即係我都唔敢樂觀。唔敢樂觀係嘛？咁同埋咧，即係澤連斯基講真打咗咁耐啦，即係死咁多烏克蘭人，其實真係好陰功。我係佢我都唔識得點去 make 一個嘅 decision， 進又死。但係又好慘嘅，一個被侵略國咧，即係你要投降，要做汪精衛都好易做啊！即係做佢嘅法律國，但係睇澤連斯基睇烏克蘭嗰個國家嗰個過往嘅往績咧，又唔覺得佢哋會似容易即係臣服於。冇錯，因為點解咧？佢哋自認喂斯拉夫文化嘅總部係喺烏克蘭喎，烏克蘭係佢嘅文化嘅即係源頭嚟嘅。所以而家你仔打老豆啊，唔係老豆打仔啊，好驚，好難搞。即係我都好戥佢陰公，即係只係講嗰句莊敬自強嚇，即係千祈唔好咧就係太示弱，同埋咧自己咧真係要做好自己嘅本分。係啊，要保護自己啊，真係保護自己係嘛，要守住自己又要保護自己。時間差唔多啦，老我今日好啊，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OK，拜拜老總，好多謝大家，記得撳個 like，CLS，好，拜拜，拜拜。